何况联民党涉嫌收中国的钱，要收退伍军钱，去互检方依照国安法起诉。内政部嘛声称要甲政党解散。美国前总统 Trump 放调讲，无排除用武力控制格陵兰甲巴拿马运河，嘛要甲墨西哥湾改名改做美洲湾。日本行到观光客伤济啊，要甲过暝税调悬10倍，一个人带一暝爱扣入票7万块，上紧只控1年死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顶礼拜有一只安捷航空的教练机飞入去空军花莲的嘉山基地，国防部当咧调查，嘛且民航局爱厘清原因。若这安捷航空表示讲，因为这是一个越南的学员第一届家己飞，甲嘉山基地认做花莲机场，才会无设置走入去。围墙边仔路为天网啊，加强安全的防护。空军嘉山基地是远东上大地下空军基地，不过7月70八次和民间教练机误飞入去。安捷航空所属 DA 4种型机以下，申请由台东丰年机场起飞前往花莲机场实施穿降训练，为该机飞行员误闯嘉山基地空域，经引导后即飞离该空域。这个代志是一名越南籍学员开安捷航空 DA40NG 教练机，业者讲本来按照课表是家己操作教练机，伫飞行到花莲市区上空时，教练机的悬度应该爱存1200英尺。学员其实发现操作失误，要2000英尺的悬度。伫修正过程中误认这个嘉山基地跑道是花莲机场的跑道，所以讲才飞入去基地范围。不过一度互监管人员误认是不明的无人机侵入，经过联络了后，要求飞离花莲空域。所以他大概700尺左右，他就呼叫是说他要重飞，然后跟塔台报告了说他误认了跑道。空军嘉山基地如果被改称为东亚小重要空中监管中心，有雷达追踪监管大海大片空域。尤结合飞弹有境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基地，外界真关心这误走入去的外籍学员身份可疑，造成稳重的国安问题。安捷航空也澄清，所有外籍学员伫训练进程拢要进行背景的调查，而且爱交这个无犯罪记录。重要的关键可能是在于说，后续在平时的时期，就是它整个空域的这个状态觉知会有必须要进一步加强的这个必要性。对着这个事件，国防部讲，飞行员误飞入去嘉山基地空域，经过引导了后，就飞离这个空域。空军已经对这案件实施调查，并且欢迎和民航局来处理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何况联民党的党主席屈鸿基，防指控收中国的钱，替中国买收咱的退伍军钱，甚至阁去军事基地翕相，甲做票图维护中国。即卖伊去互检方依照违反国安法起诉。内政部嘛表示讲，这何况联民党危害国家安全，会依法申请解散。伫总统大会顶悬唱军歌，退役军歌屈鸿基，2023年成立，何况联民党则表示要展现爱台湾、爱中华民国力量。结果即马互检方查出，疑似收中国资金去收退役军人做干部，搁去美国在台协会甲4个军事基地翕相，为自标图交互中方。台中高分检去年底定结，照国安法将伊甲另外6个退役军官提起公诉。这个部门的理解是我们没有现役军人涉案。但是就国防部立场啊，我们还是要对这些被吸收的退役军人要予以严厉的谴责，即使是备役的这些军人，或者是退役之后呢，还是要对国家负有忠诚的义务。检方查出屈鸿基退伍了后，当年伫中国做生意。2019年开始接触中共业务单位，不过伊辩讲，资金是替中国朋友甲人股党业务费用。对方要求迄军事基地外观，家己唔知用途是啥物，中央地位强重谴责。中共持续对我退役军人里面来渗透，本席非常的谴责，且这种动作对两岸的和平是不利的。中国渗透一定会有中间人，除了退役的将领，还会有谁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可以见到中国的官员，又可以接触国家的机密，又可以接触到一般的人民，做选民服务嘛。所以对中国来讲，立法委员是完美的中间人。总统了后，屈鸿基找资深艺人刘尚谦道歉，桃园区域立委选举最后失败。即马也出重组的证据，刘尚谦澄清当初的竞选经费拢是家己走总的。党本来要资助我们一些经费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资。中方的人士我们也没有接触过，也从来不认识。
陆委会声明，照管和规定，哪只的退伍军官判刑确定，都要交回所有退休金。对于复控联名党的行为，内政部表示已经造成危害国安甲宪政秩序，会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又阁有投资诈骗案，即个是有诈骗集团涉嫌交给爱创科技、华德科技等等的业者，佮找律师替公司背书，成立信托专户，骗民众买要袂上市的股票。落尾是超过3000个人受害，拢总互骗5亿起。特首首早具体，警方昨年底一波行动，查到奥斯玛再生能源科技公司做设下的共骗取金钱的骗局，经过扩大调查，将更加幕后犯罪集团给挖出来。出动点钱机来点钱，查扣主嫌名下2台几百万的车，涉办4年的10拨人靠未上市的股票，骗取拄投资股市的人的辛苦钱。专门锁定财务不佳的公司，以投资为由，再加以包装宣传，向不特定的民众寄送投资评估报告书，以美好的愿景宣称即将上新柜上市。经过调查，主嫌交给的业者除了有奥斯玛，也有爱创科技、华德科技甲宝利通公司，涉嫌用精致方式要求印真侪股票，所来指派下卡手人包装涉案公司，发展60 AI 机器人，讲这公司的前途真好，来向投资客推销，更加讲这要上市上贵，来骗人提钱投资。良钱结合到律师事务所所成立的一个信托专户，来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投资环境，来取信被害人。刑事局也发现，犯罪集团事先先找律师事务所背书，开立受托信托的财产专户，也甲资讯商斗阵，订做这个官方的网站，一直拍广告，要提悬可信度，让大家来相信，吸引更加多民众。将近2年的时间，警方初估超过3000人受害，损失至少5亿。其中有查缉的2间科技公司业者发出声明讲，配合司法的调查，公司一切是正常营运，到底真相是安怎，就等待这个司法后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魔案已经食力，病毒会透过空气和嘴烂手传开，一个人有法度对付20个人。专家都建议20岁到45岁民众，因为细汉做疫苗保护力消退要紧去补注射，即马就出现疫苗欠费情形。再来看高雄三凤中街，为今年开始全面禁止食薰，这是高雄第一条禁薰的条款，若是违规，上当会罚1万块。咱台湾即马无咧主口第一个疫苗，已经唔是疫区啊，猪肉外销的量增加，唔过牛丸是冷冻为主。即马有一个好消息是，25年有业者摕到冷藏青猪肉外销予新加坡的订单。再来关心国际新闻，咱美国准总统 Trump 第2届执政化美国优先。Trump 放调讲要甲格陵兰买落来，嘛要控制巴拿马运河，而且无排除用武力或者是扣税方式来威胁。啊，若上任掉了，伊嘛会甲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And Greenland. No, I can't assure you on either of those two. We need them for economic security. 川普这次伫记者会中心强调，上任了后一定要摕到巴拿马运河甲南美自治区格陵兰的控制权。记者问伊，敢会当保证唔用军事或者是经济威胁的时，川普唔愿意排除这个选项，甚至伫前总统卡特的国葬期间，批评伊甲运河送予巴拿马的决定。And we gave the Panama Canal to Panama.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And they've abused it. They've abused that gift. I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made, by the way. Giving the Panama Canal is why Jimmy Carter lost the election. 伫1月20日就一等咧无到2礼拜，川普伫这场记者会进一步讲到未来嘅扩大领土的政策。川普强调，格陵兰四边有中国甲罗西亚的船只出现，危害到美国甲世界的安全。若准台美政府拒绝美国的收购，会甲因扣真悬的关税。伊的大囝小Donald Trump同时间也到格陵兰首府进行私人的访问。川普阁讲，无排除以关税等经济力量，互加拿大乘做美国第51州。怀疑加拿大拢是靠美国的保护，互点名着的三国无法度认同，强调主权的问题无参详的空间。It's a question of whether should we maybe collaborate a bit more with the U.S. We shouldn't be bought by anyone because Greenland is not for sale.
川普阁表示，从日了后要甲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批评墨西哥全是犯罪甲毒品，是乌道的帝国，区域内管代志的拢是美国，所以也拢是美国的。伊嘛要随推翻拜登政府沿海乌石油甲天然气的禁令，而且无证据就指控风力发电机组甲海岸拢逼甲起小，造成真侪扩大意外。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到1月7日到期的时阵，拢无抓到人。不过法院已经同意延长期限。按来尹锡悦的总统官舍目前是有踩3道风线，这3道风线拢有动巴士、大台车，佮有白铁网仔，佮有人的肉身在围猎。目前犯罪调查处和警方的人力大约有2800个人，武器有无人机、装甲车和冲锋枪等等。按照总统警卫处这边呢，拢总有1300个人，同款嘛有武装车甲步枪。两边若真是发生冲突，后果会是真严重。所以第2届逮捕行动，调查处可能就会派特工队直接用直升机降落入去官舍，而且嘛要以妨害公务的罪名逮捕官舍警卫处的人。不过，风社讲尹锡悦是已经落跑啊，到底人敢阁有伫咧官舍内底？警方要搁咧调查。美国有一架捷南航空的飞行机拜一伫佛州降落，竟然发现收敛那机舱内底有2个查甫人的尸体，目前正咧确认身份。另外，去年12月29日，济州航空空难确定飞机有含鸟仔消毒，韩国交通部长要落台负责。美国一架捷南航空的班机伫7日暗时降落了后，伫起落架舱内底发现2具尸体。这班机迄天对纽约甘乃迪机场起飞，暗时11点10分伫佛州的罗德代堡好莱坞机场降落。伫进行例行检查时阵，竟然发现2具已经烂甲真严重的尸体，确认已经死亡啊。不过警方讲，只有也无倒来证实死者身份。I can share that the individuals who deceased are both males. Beyond that, their identities at this time are unknown. That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detectives are seeking to answer. 这航空公司、机场、警方甲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伫合作调查死者进入起落架舱的原因甲方式。因来过去常传出有偷渡客走入去起落架舱，不过当飞行机飞到一定的高度，多数拢会被冻死，也是因为欠缺氧气而死亡。焦点转到亚洲，南韩官方证实，12月2日发生空难的济州航空飞机伫烟雾内底发现鸟仔门，虽讲会使证实鸟仔攻击事件存在，不过这只是初步原因。因为为安怎当时飞行机的起落架无放落来，也有两边的引擎拢发生各种正疑问，意外爱等待调查。南韩交通部长朴尚武已经表明，伊会找一个适合的时机来辞职，来表示对空难负责。 안전을 책임지는 장관으로서 저는 이번 참사에 대한 무거운 책임감을 느끼고 있습니다. 책임 있는 당국자로서 적절한 처신을 할 생각이며 또 적절한 방법과 시기를 상의 중에 있습니다. 南韩调查两大党已经伫设备组成调查小组，准备要进一步调查。就这个航班的座舱记录仪已经全部解读完啦，也若飞行机乌鸭仔因为受损，已经送到美国去进一步来分析。公司新闻由派顺编译。西藏拜二发生规模6.8大地震，灾情真严重，到达上无有126个人死亡，188个人受伤，超过3600栋厝倒去。 目前救援人员正咧抢时间，希望会当甲更较侪人救出来。不过灾区伫咧高原，天气真寒，暗时的温度甚至会落到零下18度，对抢救来讲是真大考验。救援人员对放弃的土厝甲瓦的人救出来，随甲因塔衫甲塔被进行治疗。不过有一寡人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心跳啊，家属真歹承受失去亲人的痛。 西藏定治县初7透早发生规模6.8大地震，造成重大的伤亡，还有超过3600栋的厝崩起。救援人员透暝抢救，已经救出407人，并且把伤者送去病院急救。医生发现有真侪民众骨折。头破流血的那些病人的话，首先是做了轻装缝合啦那些，然后是陆陆续续做了那个CT放射的那个DR、B 超、超声那些检查做完了以后，有些病人的话腰椎骨折。 那个比较严重的话，跟实际专家组相互讨论了以后，陆陆续续送到这个市。央视报道指出，灾区的居民是老人较济，身体本来就较虚。救援人员烦恼讲，暗时降到零下18度这款恶劣的环境，可能会受困的民众面对体温上低甲脱水的风险提悬。72点钟的黄金救援时间可能阁缩短。
另外，当局也紧急调来补病，还有粮食等物资，让3万人得到安置。这些受灾的群众到底过得怎么样？那么昨天晚上，其实，在我们的现场报道当中，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他们在这个晚上已经能够喝上热水，能够吃上这个方便面，不至于饿着肚子来度过这个震后的第一晚。地动专家指出，这个大地动是印度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小浪接到西藏地区所造成的。不过，西藏流亡政府指控中国乌白开发天然资源，包含挖矿甲伫青藏高原起世界上大的水坝，这个人为因素互天灾冲击扩大。When you dig the natural habitat, you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disaster. That are all made by man, the Chinese wrong policy. 当局是讲，目前灾区多数地区已经恢复送电，互破坏的车路也已经畅通。不过，伫地动发生了后，当地已经记录到超过500架的地动尾，还有偌济人下落不明，也无法度确定。救援人员当咧甲时间比赛，希望救出更较济人命，互伤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较早人讲金砖四国是2009年巴西、罗西亚、印度甲中国成立的。不过其实2011年南非就加入变做金砖5国。2024年佮加入埃及、伊索比亚、伊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总都有9个国家。那即阵印尼就正式成做第10个成员国。一寡开发中的国家土地宽、人口济，互认为有正大的发展空间。嘛因为这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重要角色。外界都认为讲，中国要把这寡开发中的国家拢扣外来，扩大规模对抗欧美国家。中方热烈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金砖国家2015年轮值主席国巴西册拉发表声明，宣布印尼正式加入金砖成员国。金砖的名词上早是2001年高盛投资银行提出，认为迄时阵经济发展真紧的巴西、Russia、印度甲中国会加入世界主要经济体。这些国家英文缩写都是 BRIC， 所以叫因金砖4国。后来金砖各发展加入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2019年踏入南非，2023年埃及、伊索比亚、伊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受邀加入，加上上新成员国印尼已经扩大至10个国家的规模。成立近20年来，金砖国家人口超世界总人口的近1半，经济总量占比超3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对成功加入金砖，印尼政府发表声明讲，这是印尼积极参加全球事务的新里程，会加强甲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来促进平等、互相尊重甲永续发展。印尼商界也乐观其成。印尼认为金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声甲参加全球决策的宝贵平台，不过也偷偷被看作是进行甲挑战西方主导地位的重要力量。去年10月底，金砖国家伫 Russia 库山举行峰会，佮提出创立多边新金融支付平台想法，用美金以外方式来全球支付，得到巴西甲印度等国支持。这个叫做金砖自救的支付系统，拍算1年来完成。真侪西方官员烦恼伊可能被用来规避国际制裁，也冲击全球金融秩序。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新冠疫情过后，真侪人会想要出国佚佗。日本的京都就成做国际游客上爱去的城市之一。不过观光客伤侪已经破坏当地观光品质。京都就决定要甲过暝税调关10倍。本地一个人带一枚价价是扣1000块的一票，即阵是调关到一票7万块，上紧自2026年开始实行。行伫京都的基园，享受老街气氛。新冠肺炎疫情过了后，包含京都等日本各大城市游客量一直增加。不过，观光公害也对咧来，毋但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上侪旅客也互旅游的品质下降。为了完善观光的环境，京都市决定调升大房税。饭店甲旅馆的大房税会对上悬一人一暗1000日票，大约是台票208块，起到1万日票，大约是台票2000块。这个修正案上紧伫2月送到议会，若顺利通过，会伫2026年开始实施。京都对2018年10月开始，就针对旅客大房费按3个级距来扣税，上少是200日票，上悬1000日票。因为游客一直增加，2023年年度的大房税收入拍破纪录，来到52亿的日票，大约是台票10.8亿。不过观光客造成的本数的问题，甲上过客，互当地人真困扰。
行政市长伫去年选举的时就承诺要调升大房税，改善观光环境。这届修正案甲扣税标准对3个集聚调整做5个集聚，一案6000一票以下的大房要扣200一票的大房税。相关的集聚是10万2票以上的大房，会扣1万2票的大房税。按算新法上路了后，行道市的大房税收入会加倍，超过100亿的入票，大约是20亿的大票。根据官方的统计，日本目前包含东京都在内，计共有11个地方政府扣大房税。前公馆热海市甲北海道的赤径川村也对咧向观光客扣大房税，以后到日本旅游可能要加编一寡预算啊。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讲到去京都，真侪人会为大阪的关西机场入境。根据航空服务调查机构公布，2024年机场行李运送的排名，这关西机场表现甲上好，又搁摕到第1名。而且这关西机场自1994年启用，30年来是毋捌甲旅客行李用碰见。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将旅客托运行李一件一件放伫输送带，搁搬入去飞机的货舱当中。根据航空服务调查机构 Skytrax 公布的2024年最佳行李运送机场排名当中，关西机场搁得到第1。而且为1994年9月启用到即马30年期间，因毋捌碰见任何一个行李。机场人员表示，大部分的行李碰见原因，可能是工作人员无送到正确航班，或者是转机的时阵发生错误。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an airport with very few connecting passengers. Most of the passengers using in and out of Kansai with very few connections. So it's much easier, of course, to not lose luggage when you don't have connections. 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因无受过专业的训练，不过会照工作流程甲规则详细检查。行李降落到机场了后，会先送去分类室，而且按照头等舱、商务舱甲经济舱的顺序，放伫转盘顶悬。各有2人一组的工作人员豆豆确认，过程伫飞机降落了后，敢用10多分钟。敢若是2023年关西国际机场总共处理差不多1000万件行李。我々はお客様がストレスを感じないように。航空機到着から15分以内に手荷物を到着ターンテーブルに流し始めます。また壊れやすいもの、ベビーカー、サーフボードやスキー板などの長尺物はお客様に直接手渡しし、スーツケースは衝撃を与えないように丁寧に取り扱い、スーツケースの取っ手はお客様が取りやすい向きに揃えて流しております。关西国际机场每年应容纳4000多万的旅客，目前旅客人次也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今年差不多2500万人次，而且机场为迎接2025年大阪世博会做大翻修，增加新的安全检测站。机场工作人员骄傲表示，因有信心，这些旅客所有行李拢袂碰见。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